中华大学的国际专修部专门收外国学生，不过即马有传出讲一个越南学生来台湾才5天尔，就来失踪，敲电话也无人接。经过追查，才发现讲这个学生过去捌用移工的身份来到台湾，学校也讲这学生身份未来会严格审查。现在站起来 ，stand up，ask 3 people， 你是哪国人？老师利用中英文在教室内底上课。中华大学成立国际专修部，目的是要招东南亚更加侪学生来台湾学华语，也方便因毕业了留在台湾接头路。不过最近却传出有越南籍学生入来台湾这5天，人就无去，电话也关机。新北市移民署接到通报，已经开始进行调查。越南籍有看过一两次，所以也都没有跟他们互动过。没有。我们所有学生都有家人的联络方式。我们联络家人，家人也联络不到他；我们联络他的电话也关机。学校表示，学生一旦欠课超过规定被退学，而且取消入境资格。联络移民署才知影，原来这个同学捌以移工的身份来过台湾。这些学生的申请入学，我们会先把资料送到移民署过滤，如果曾经是来台移工呢，我们就不予录取。中华大学国际专修部目前有10个系所，招生总名额270个人，其中95人已经注册完成。学校讲未来会严格审查学生的身份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